哇，舞蹈生的身材果然就是好，背这么直啊，跟这个没有关系啊，我不是舞蹈生啊。那你的背怎么这么直呢？穿了密接同款的贝贝佳呀，这样穿会不会很累啊？一点都不累，这是新款来的。这个款的话，全部松紧有致有弹力的，你看超隐形的哟。奶皮子的面料全部都是升级的一个软龙骨来的，点对点给你腰部作为支撑，穿在身上超级无痕的。像这种那么薄的衣服穿在身上完全没有痕迹的，一拉一贴，整个人背部挺直了，一秒开肩开背。你的背部、肩部沉下去之后，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背部打开了，整个人气质就提升了。运动、瑜伽、健身都能穿，一点都不紧不勒。你的腋下的话也一点都不勒肉的啊，不会卡肉。面料全部都是软糯亲肤的，你夏天穿的话贼舒服，一点都不闷热。大人小孩同款，男女同款来的，就无论我们上班通勤可以穿啊，真的特别安利们去戴。因为像我们平时可能上班久坐，脖子前倾的，影响体态的。我跟你讲，咱普通人啊，跟那些大美女啊，只差这个体态。你长得再好看，如果说你天天弯腰驼背也不好看啊。所以这个款的话，一定要试一下。